Yvonne啊，近期咧灣仔半山啦好 hit 喎，有冇啲咩好介紹啊？咁不如我哋嚟個速食介紹啊！好啊，名校就喺對面，夏威夷奇仲喺隔離添，實用率高，足咁大個露台喎，仲使點啊？一於去睇睇啦！呢個單位1669尺，間隔方正，又大又實用。單位最大嘅特色就係有呢個大露台，望出去個景觀有開揚嘅城市景。飯廳可以放6至8人嘅長餐台，咁就可以成日喺屋企開 party 啦。個客廳咁大，放大梳化、大電視都得啊！文苑除咗廳大之外，房間亦都非常之實用㗎。我哋先嚟睇睇個主人套房先啦。主人套房咧享有非常開揚嘅灣仔景觀，而且實用率都好高，亦都可以放到一張 king size 嘅床。主人套廁咧都係全新翻新過嘅。其餘2間客房咧都係面臨全山景嘅，其中一間仲要係套房嚟嘅添。每位家人咧都擁有自己嘅洗手間，咁樣家庭自然和睦啦。再加埋一個客廁，其實就變咗3房3廁噶啦。真係好中意呢個廚房啊！裝修靚之餘，仲有齊晒煮食爐、焗爐、雪櫃等設備，仲可以邊煮食邊欣賞翠綠嘅山景添。工作間同埋工人套房都好有空間感，仲有景觀，係一個好好嘅工作環境啊！哇，仲整埋個新雪櫃添啊！係啊，呢個單位啱啱新裝修完成㗎，中意呢個單位嘅話，就聯絡我哋中半山團隊啦。下次見。